少年嘞，会认识我无？啊？这支的汗咧面色面色，到底什么人？哎，大，你的记忆有够歹呢！这份来无正常，甲咱发落去带迄个特别套房，啊，搁甲咱发落去好料，互咱食迄个两撇的无？哦，食食就准备要甲恁圆圆扩缩啥？啊，哦，就迄个塑料需要。嘿啦，对，算讲你巧，目色较，还会认这本书呀？吼？塑料需要。你甲阮两个兄弟啊掠来这所教，目的是啥物啦？恁两个兄弟啊爱知影呢。若阮考试呀吼，算安尼对恁足好啊呢。因甲你掠来，这就是要互恁机会。要若无吼，若甲恁掠去监落去啊，恁爱知影才好哦。迄头题课文啊，迄是爱站头呢。是讲真奇怪，会考试呀。我著甲你讲，阮两兄弟啊无偷摕考研，啊你今日硬要甲阮诬赖，去甲阮放开啦！放开！恁若爱考试啊，甲恁放开真简单，只要恁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我就有办法将恁放开。啊，阮答应你代志，你就要甲阮放开。对。啥物代志你讲啊？对，莫讲啊啦，这件人偌干巧，迄拢讲话无算话啦。朋友，讲话较客气咧，好无？啥物咧讲话无算话，我甲你讲，只要你若肯甲我合作，我就有办法将恁放开。对啦对啦，老师啊，伊讲咱嘛无过分，咱先听伊看伊要讲啥。伊若讲出来，咱会当做会到，咱就答应伊；若做袂到，咱就莫答应伊。无啊，啥物代志你讲？也是你甲叫较熟悉，足简单的啦。只要吼，你若甲阮讲吼，你三个朋友吼，住伫什么所在，啊，阮就随时放你走啊。我三个朋友，当我朋友一世纪，干那网道都熟识一半，到底对三个？我甲你讲，有两个水查某囡仔，甲一个老伙仔，迄三个。我就知咧哦，吼，你是看迄未来的老婆生得水，想要孝顺伊哦？莫咧乌白讲哦，我甲你讲哦，恁某虽然水，但是我这个人嘿，对迄个鬼婆无兴趣。讲我某是鬼婆？大，你莫听你讲一寡鬼话，伊即摆吼挑工要互你甲未来所吼两个拍歹感情分开，莫中迄个价值。对，莫来这套。若要知影讲阮未来老婆到底啥物所在吼，你咧做面盲啦，无可能甲你讲。莫安尼嘴仔硬啊骨强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你死到若领阮这个师爷受气哦，伊若是拼讲起来，死到恁会足歹看的哦。做歹看好，好看好啦。我咧讲啦，唔讲就唔讲，唔知影啦。这是唔知影？我就唔相信你唔讲。来啊，走开！就将这两个臭小囝，甲押入去茶房，好啊，互伊审讯者。伊都讲伫个山后遮，遮都对咧，哪会又搁找无厝？你顶间毋是已经来过一摆啊？哪会袂记哩啦？是啊，老先生啊，我看吼，你是烦恼恁囝烦恼啊过头去，迄行路行唔着路去啊。我迄摆有来是迄个小红啊，甲我带的，我头壳按一条筋啊，行去了官边看到我头壳都看无详细，你敢若敢会我认唔着的？哎呦，老东西啊，透中昼吼，日头赤呀呀，我惊吼，你身体会扛袂起，咱是等下休困吼，无一定有影响你会转。哎呦，还搁在通休困，你也无甲我想看卖，我迄两个囝已经2、3天无倒转啊！若阵仔讲有啥物代志吼，迄个姓李的小姐嘛应该会去甲我通知咧，拢无消无息呢。安尼讲嘛有影呢。我感觉这件代志哦，敢若安尼奇怪呢。嘿，阿妈，你敢有听阿群讲伊要去倒位味？有啦，倒迄个李小姐因爷爷啊，甲我讲哦，要甲带来藏个较热贴的所在，藏喺山洞的啦。山都遮上济咧，无藏伫遮，无要藏个倒。因讲要去个山洞哦。嘿喏。那安尼哦，我即摆有一个办法，咱即摆哦，伫个这深山林内对无？咱只甲大声喊，就这回音啊。那安尼哦，阿群就知影讲哦，咱去找伊啊。对，红哥啊，你讲了有理。人使啊，咱甲试看卖啊。要是你这少年的头脑较好，安尼着1、2、3，好命！小红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啊，我有听到人在叫红明的声。有啊，迄啥物甲红明婴仔尔的声呢？紧，请爷爷有请。
看，哦，我实在想影有影做恁这两个爷爷，一个做甲足艰苦的。我看规气吼，后村吼换我做恁孙仔，我叫你奶奶。操！哎呀，安怎？我拄好咧困中昼的时阵，我有听到方明因阿娘伫叫方明的声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安尼笑翁笑甲安尼，对爷爷甲害落，害我去弄到这三八红的手后翘。哦，你搁转骨咯，哭到我听个靠腰的。你笑翁，啊，徛咧也想，坐咧也想，国行也想，独居也咧想。放心啦，迄两兄弟也袂饿死啦，人因老母会赶饭去互食啦。我知影啦，但是我明明甲小姐有听到吼，方明因阿娘伫叫方明的声呢。爷爷，我伫想吼，因兄弟一定发生代志啊。对啊，亲爱的爷爷，你也要算对无？紧来算一个，我才免烦恼啦，好无？好无？我安尼还袂算咧，就去互恁算死伊啊啦！我咧讲吼，要算会用的，要毋过爷爷吼去互迄金仙上师吼拍一个破功，即摆算毋知会准还袂准，毋知影。安尼哦，我算看卖啦。抬我算的来。系啊，真正，恁两个狗兄狗弟发生代志啊！真是嘞。因即摆目前就是去互你姓苏掠去关伫因兜的茶房。细说。无啊，爷爷，安怎？你算唔对无？迄应该是官府掠去，哪会是苏家嘞？奇怪，无毋对咧，去互姓苏掠去无毋对咧。真是嘞，细说掠去，哪里我来找伊算账？停！哎呦呀！讲死你就共款安尼哦，我会跳报警，互你弄到报警来。我甲你讲，你即摆出去吼，迄金仙上师拄拢伫面顶咧巡逻巡来巡去，你拄稳达达鸟鼠啊，都入牛角。爷爷，无道，我时常是道一个亲戚，就是为着我的父公在死一摆，我也甘愿呀。哎呀，好俩好俩。哦，若讲哦，咱即代的吼，真正有影对咱咧第28代的祖公传落来，甲咱即代就喙里这查某囡仔上痴情，敢若钓翁哥钓到安尼，笑翁会笑到即型的，笑到讲要洗脸断。好啦，概念就讲你对恁翁婿遮尔痴情啦，爷爷就成全恁啦，我来甲伊拼。啊，爷爷，你就是要甲伊拼？对啊。哪里有啥物办法？你袂记得鬼王有摕即粒予咱？我即摆爷爷全做即粒来甲因写，我看一定赢的。对，爷爷，你今晚那个定义绝对赢。对，当作咧哭玻璃球，安尼夺去 ，spray。行，这步走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。爷爷，你不是讲歌古装的袂用唱时装的歌，你哪唱时装的歌？哎，古装的嘛是有人迄个人编啊，画一个圆圆写准啦，共款做做编的啦。对。奇怪，迄个电话哪会无动静？无来上好，哪来爷爷用这粒甲牵到后去出回金车。行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走铁路，我现在走铁路。我快走倒去。免安怎？尽量顶出来，免惊伊。看我发宝，我嘛有发宝呀。等一下，爷爷哦，就像篮球的篮，你这样球就像篮球的球，你投进就是投篮的。我去这什么变做投篮？这摆物件拢讲究排名，金银铜铁，伊个重的，我这银的，嘿，我这比较赢呢。爷爷，你的球投到那个篮里面了。我球，球无去啊！紧来紧选啊！